只要他和那个卧底之间还有联系，你让我如何安心的和日本人见面？先生，给奶娇一次机会吧。相信越多，失望就越多。现在留你在身边，我越来越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。先生，再给奶娇一次机会吧。我现在要的是见面，要的是安全，你知道吗？现在想想，我还真有件事要你去办。奶娇一定全力完成。我要你和吴安娜去见金井武夫，并且告诉他，他身边有毛森养的内鬼。我不管他用什么方法干掉所有的人，我只有一个要求，到时候那张和谈桌上我要干干净净。你要拿些资料让金井武夫看，让他知道他身边的恶鬼有多大。是。这么晚了还要出去？啊，我睡不着觉，想出去开车透透气。真有雅兴。大佐可是让咱们随时待命，你这么晚出去，不怕惹麻烦呀？要是让木村知道了，你就是擅离职守的罪名。来。我没别的意思，真的是为你好。哎，你干什么？给我找一间你们这儿最好的房间。干嘛？这是给你的赏金，到底有没有房间？有房，我这就去给你安排。接话务局机房室，对，是我。联系76号在香港的人。真不敢相信，原来真的是毛站长。刚开始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我以为只是个玩笑，看来是真的。你们不还是来了吗？哼，毛站长。你信不信？我现在有100多个理由，可以直接开枪弄死你。怎么76号一直不知道长进呢？哎呀，毛站长，您现在可是大红人呐！香港上上下下、大大小小的事儿，都跟您老有关系。您老的那条路，是不是不太好走啊？想换个衙门来我们76号是吗？丁默村也不敢这么和我说话。香港发生了什么？是为了什么？是否与南京方面有关联？你这个木瓜脑子就不会好好想想吗？毛森，今天我们既然见了面，就把话说清楚，甭给我拐弯抹角的。本人想转投汪精卫的门下，自此与军统再无干系，就看76号开不开这扇门。哼，你太高估自己的能力了。
你以为你是谁呀？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就是齐天大圣孙悟空，到了一个新的地方，也得跺跺脚，打听打听土地爷，这是什么行情？别以为守着南京就腰杆硬，告诉你，南京不太平，汪精卫的位置岌岌可危。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你是说有人对汪先生不利？我跟你透露点儿，日本上海司令部情报四课的金井武夫眼下在香港，日本人要放弃南京。他们并没想和汪精卫共分天下，而是要和重庆政府合作。你说的都是真的？你认为呢？毛站长，这件事事关重大，我必须向上级汇报。行，只要将本人安全送到南京，我会备齐你们所需的证物，丁默村会满意的。如果可行的话，明天还是这个时间，还在此地。毛站长，那就明天见。吴经理，外面有人找。让他进来吧。好的。哎，我还没让你进来，你怎么进来了？小魏，你先出去吧，把门关上。好的。徐小姐，你怎么想到来公司了？先生有命令，让我陪吴小姐去见一下金井武夫。徐小姐要见金井武夫？那之前先生拒绝我又是？先生的心思是你我都揣摩不了的。既然是命令，我们就好好执行吧。说的也是。不过，我现在这里有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必须处理掉。好，我等你。曾平一直让我负责所有和日本人之间的联系。今天破天荒地让徐乃娇跟着我一起，这其中会不会有什么问题？看来吴小姐的这份重要文件，一时半会是解决不完的。我们还是先走吧。好。
大佐，南京那边有情况，什么情况？具体还不清楚，应该是76号那边，还有待查证。查清楚。嗨。一直以来都是我在明面上和日本人联系，这次徐小姐亲自出马，一定是有很重要的事情吧？当然了，先生要告诉金井武夫，他身边有毛森安插的军统卧底，不除掉这个卧底，双方见面的基础就不存在。军统卧底？走。这么急找我来什么事儿？报告钟总，发现异常的频道波长。所有人针对这个波长进行全天候监听。是。不能放过任何风吹草动。是。大佐，刚才魏警局说，安娜小姐到养好，必定是有重要的事情来找大佐商谈。你们想过没有？被劫持的人是重庆方面的人，该着急的应该是他们。我现在只关心一件事：和谈。我金井武夫到处宣扬和则上，战则下，可你们作为情报4课的骨干，一有问题就想着动武解决。可是大佐，重庆方面的人是在我们眼皮子底下被劫持的，如果追根溯源找到我们这里的话，受影响的还是我们。关键是谁
劫持了吴安娜。基本上可以肯定，是军统所为。而且据我分析，幕后的主使是毛森。毛森？毛森这么做的动机是什么？毛森之前还在中环遭遇暗杀，如果我是他的话，我一定赶紧找个地方躲起来。所以我们得抓紧时间去救吴小姐，到时候自然就知道她的动机。大佐，讲，发现可疑电波。所有人待命，没我的命令，不许跨出洋行半步。嘿，要听你出师未捷却放虎归山，毛森那里你是待不下去了。我这里也不养闲人。先生，先生，先生，徐小姐和吴小姐在洋行门口被人掳走了。什么？看来我是低估了毛森了。也是，兔子急了还咬人呢，更何况是一条疯狗呢？先生，是我的错，请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让我将功补过。记住，如果那2个女人要是出了什么事情，你就好好的为自己筹备一下后事吧。要听谨记。慢，你要记住了，千万不能在外人面前露了脸，否则你就没有机会为我效力了。要听谨记。去吧。是。大佐，截获在港76号特工与南京方面的电报联络，电报内容还未完全破译。南京这帮人过了几天好日子，就觉得自己翅膀硬了。又是绑架，又是南京76号，这事儿会不会也和毛森有关系？在和重庆见面之前，一定要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。完全破译需要多久？至少需要1个晚上。尽快破译出来。嘿。山水相逢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毛站长，真是英姿勃发呀，完全一扫之前桐油交易时的颓废。你还跟我油滑？嗯？说话苛刻，还得吃苦头。毛站长，你把我们抓过来，到底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到时候你们会明白的。还没破译出来吗？还没有。
继续吧。是。如果安娜是被毛森抓走的话，那她现在的处境就十分危险了。可我现在又偏偏什么都做不了。真是老实的话，为什么要在这种时候动手？如果是冲着曾平还有金井武夫的话，应该是想办法与我取得联系。抓了安娜小姐，无济于事。老师到底是想干什么？已经确定，绑架吴安娜和徐乃娇的人就是军统的毛森。从电侦课破获的情报来看，毛森准备带着人质逃离香港。大佐，请将解救人质的任务交给我。不，大佐，还是由我担任解救任务吧。这次任务的重点不在解救，而在毛森。想要解决毛森的问题，办法只有一个，就是让他彻底消失。不是死，而是生。我要让毛森活着。最高任务是活捉毛森，由木村中佐负责整个指挥。嗨，嗨。怎么样，二位晚上休息的还好吗？一会儿准备准备，跟我上路。上路？毛森，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想干什么？今后你们不用再见曾平了，跟着我去南京过好日子。南京76号。南京汪伪啊，毛森，你这是要投靠汪精卫当汉奸啊？汉奸？我觉得您二位所作所为倒像是汉奸。本人和日本人拼杀了这么多年，会是汉奸吗？嗯？行了，不说这些了，跟着我走。毛森，你有本事把曾先生抓来，你拿我们2个去南京那边得不到什么好处。到了南京，您二位是我的觐见礼。如果一切顺利的话，愿意以后跟着我，或者自己经营贸易什么的都可以。想想看，穿金戴银、吃香喝辣，会是怎样一番景色？嗯？头儿，人来了。看着他们。是。你俩老实点啊！
毛站长，丁先生对你提供的消息非常的重视，现在已经下命令，让我们用最短的时间把你送到南京。丁先生还特别要求我们，让我们尽所能满足你的一切要求。丁默村是个明白人，紧要关头还是老朋友讲点交情。船我们已经给您准备好了，请毛站长尽快随我们动身。分3队搜索目标，尽量抓获的。上！把他来带走。是。起来。怎么回事？头，那2个女的跑了，怎么让他们跑了呢？毛站长，您做事也太儿戏了吧！把人抓回来。是。那就等您把自己的事处。
怎么样？天亮。假谈判不能再继续进行了，金岩同志不适合这个任务。金岩同志是由组织直接认定的，假谈判必须继续。天亮，刚才我陪徐乃娇来洋行，是为了向金井武夫转达他身边有一个军统卧底的事。现在虽然毛森死了，可是徐乃娇脱困之后，肯定会把这件事情告诉金井武夫。在那里！别动！别动！怎么回事？是谁杀了毛森？我们一起。来人，把尸体抬走。先离开这儿，有什么话回去再说。木村先生，咱们可以商量一下过2天见面的地点。徐小姐这么说，想必心里有数了。你觉得在哪儿合适？不知定在半岛酒店如何？半岛酒店是英国人开的，中立性质很强。我认为徐小姐的提议不错。徐小姐，这件事情我们还得向行长请示。这也只是我的个人意见，我也需要回去请示。好。对了，木村先生，我还要感谢刚才杀死毛森的人，毕竟是我半个救命恩人嘛。要谢，就谢我们金井行长吧。走吧。先生，回来就好。来，先坐下再说。来，坐。辛苦了，回来就好啊。托先生洪福，我和吴小姐才死里逃生，最后连毛森都死在了日本人的枪口下。毛森是谁打死的？当时我被毛森一把推到地上。是尾井先生和冈崎先生一起救了我，可是具体是谁开的枪，我没有看到。哦，是这样啊。毛森死了，我们就可以如期和日本人见面了。你们这次能够死里逃生，肯定是受了些苦，啊。
回去早点休息吧。大成，先生，送吴小姐回去休息。是。谢谢曾先生。对了，曾先生，有件事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说。先生经历的谈判必定有很多，可这次非比寻常。如果谈判的时候能在先生身边多安插几个人，必定有益无害。我觉得我和徐小姐可以帮先生处理一些细节之处。我觉得吴小姐说的在理。不，谈判桌上只能有2个人，就是我和金井武夫。怪我多嘴了，告辞。看来你是没有把军统卧底的事告诉给日本人。乃娇擅作主张。不知先生可否听得乃娇的解释？说。毛森已死，这个军统卧底就如同先生所说，彻底成了个孤子。没了毛森的阻碍，再小的风浪他也掀不起来。如果乃娇还是盲目的将实情告诉金井武夫，那势必会影响和谈的进度，甚至会有意想不到的变故。眼下，应该以和谈为重。经历过生死以后，让你长进了不少。你这么做，的确是最佳的选择。那先生真的要一个人去和日本人面谈吗？我与金井武夫王不见王这么久了，终于有机会坐在和谈桌上见面了。如此关乎国家重大的事情，我怎么可能允许第3个人、第4个人在场？可是，万一日本人那边不是这么想呢？金井武夫他要是不这么想，那么我今晚就可以直接回重庆了。半岛酒店那个地点，先生怎么考虑？你这个选择倒是与我不谋而合。半岛酒店，世界各地的人在那儿进进出出，谈什么事儿的都有。选择这个地方和金井武夫见第1面，我想是最佳的选择。那我通知吴安娜，适时把先生的决定告诉给日本人吧。好，曾先生，申瑶婷来了。我去看看。雪枯萎，切齿是
碎，梦魇是压倒凄美的天边，掩映了惊雷，开樱花在徐徐枯萎，且只是滋味。一处见人开出玫瑰，一处见人开出玫瑰。既然你选择了开枪，就该知道，你我的较量已经开始。我是身不由己的，本应是一场点到为止的切磋，你却当成了生死的搏杀。是对方先起了杀意，他破坏了比赛规则。破坏比赛规则的那个人是你。